金主维师都帮你找好，做一柜很磕头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磕完了好，你出去了。第二天，我恨我自己，那么笨，怎么没有问他说那个金主是姓赵还是姓李还是姓杨？都没有问，就磕完头了，糊里糊涂的磕完头，钱在哪里呀？结果钱在这里，看得到都是钱，所以各位可能都是金主。原来我们担心是白担心的，这个讲到这里我真的很激动。你有善念，天必从之。我们如果说当初要花2亿盖这一栋不包括地，你谁敢？没有人敢。老师帮你打包票，我帮你找好了。所以天人师啊，这是最大的靠山。有路有心就有路，不怕没有路可走啊。还有或者说怎么自在啊？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强盗村不见的啊，强盗村不见的。这个你看这些强盗，里面很多强盗来填课啊，是存成了历史啊，这是最大的显化。还有改造命运。